喺2024至25課稅年度，全新嘅輔助生育服務開支扣除正式生效。如果你於該年度繳付咗合資格嘅輔助生育服務開支，你都可以申請扣除最多10萬元嘅金額，從你嘅應評稅入息中扣減，從而降低你嘅整體稅務負擔。如果你計劃申請此項扣除，必須確保你或你嘅配偶接受嘅係符合資格嘅輔助生育服務，而且該服務須由香港持牌中心按照人類生殖科技條例嘅規定提供，同必須獲負責生殖科技程序嘅臨床診治註冊醫生簽署一張標準格式嘅合資格輔助生育服務開支證明書。換言之，喺海外接受嘅生殖科技程序將唔符合扣除資格。此外，倘若你接受嘅係冷凍配子服務，則需基於醫學理由方可申請扣除。你可申請扣除嘅輔助生育服務開支須同生殖科技程序直接相關，例如藥費、診金、荷爾蒙測試費、實驗室費用、住院費用、手術費用。如果你曾支付進行生殖科技程序前嘅醫療服務費用，但係最終因健康狀況唔適合而未能進行生殖科技程序，只要該醫療服務係基於醫學需要，仍可獲得扣除資格。即使輔助生育服務未成功令你懷孕，只要你符合所有扣除條件，已獲批嘅扣除唔會被撤回。如果你使用薪俸稅或個人入息課稅方式報稅，你亦可以根據新政策申請扣除。如果你係非香港居民，仍可透過薪俸稅申請此扣除，但係如希望喺個人入息課稅項下申報，則需符合相關居民資格。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